大家来斗阵来读白话字吼。咱要来续接咱顶回读的吼。咱顶回读到你看第一页吼，第一章拄则开始第一段吼。讲早时政治甲风俗，咱要读的这个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呢，是对1872年开始讲起吼，所以伊第一段就是对1872年开始写起。介绍迄当阵伫台湾的主要的几个大的即个地方吼，即个城市。尤其是伫北部嘛吼，因为即嘛要讲的是北部的基督教会，所以伊主要是介绍北部。迄当阵北部上闹热的所在是竹杉城吼，迄当阵伫竹杉城设迄个淡水厅，竹杉城是淡水厅的厅地。好，咱继续来读咧吼，咱今仔日要对第二段开始读起。先咱好先检查一下到底直播有成功无吼？好，应该是有啦吼。因为我顶回吼，其实我顶回有试家己有顶回直播吼，结果失败啦吼。家己读一遍，读了结果煞无播出去安尼。今仔日小检查一下吼，较袂家己踮遐戆啊读。Facebook 是安怎 share 出去？我毋知吼。我看觅吼。好，安尼希望成功吼。其实我嘛毋知到底安尼是会成功啊无。不管啊，咱就继续来读第二段。当时的教育，各地方的读册人设厨房甲若定，以外无别项的学校。若读较密爱考秀才，着去新竹考，叫做县试。OK， 这段应该无啥物问题啦吼，咱过来读一遍吼。当时的教育哦，各地方的读册人设厨房甲若定，以外无别项的学校。若读较密爱考秀才，着去新竹考，叫做县试。连试5场，入场试验若800人到路尾场服，这个服字我无理解啥物意思吼。剩100人也着搁去台南过虎市，游园5场透，到发表就搁较少人。所以要考一下秀才吼，就要先踮咧新竹吼，考5场，考过了再搁伫新竹即个县试吼，县试就是县即个阶层的考试吼。考了5场，考煞了有过，则会当去台南府城，叫做府试吼。上海只考5场，即个透就是爱考较煞吼，5场考较煞。到发表就搁较少人吼，本来比如讲伊讲，伊若讲一开始800人去考吼，愈来愈少。咱搁继续看啊，也着搁过道台试考5场，然后及第就是真秀才吼。所以府试5场了，就要搁经过道台考5场吼。总共爱考15遍，考有过才叫做秀才。
全台选15名，哦，平埔1名，汉人14名，哦，秀才全台湾敢若考15名吼。要去台南府市起倒甲客店，至少着50箍银，散人袂得去。OK， 咱搁来读一遍吼。全台选15名，平埔1名，汉人14名，要去台南府市去倒甲客店，至少着50箍银，散人袂得去。去倒就是去甲转来即个路程啦吼，去倒就是讲路程吼，去倒。咱来查一下即个去倒吼，等下。我即个电脑吼，足害就是风的声足大声，去倒。1932年大理大书店有收吼，去倒。我头工读做去倒啦吼，应该是读做去倒啦吼，去倒。因为我即嘛人可能讲去倒，毋知你讲啥吼，我头工甲分开起来，分开读吼，去倒吼，去搁倒转来安尼啦吼，去倒往返往复。去倒甲客店至少着80箍银，散人袂得去。吼，这毋是搬人吼，这你若厝里无钱诶吼，无可能安尼去考啦吼。伊后壁还交代讲，即80箍银到底是偌大啦吼。当时诶风俗价带吼，聘金第一罪120箍银。安尼你就会当理解偌济啊吼。伊当初价带诶聘金吼，即个聘金伊是写做聘金。即个聘金应该是各地方可能有小可噪音，无啥共音诶即个头，等下来查者吼。伊讲迄当阵聘金第一罪嘛，甲嘛才120箍尔，结果你去考一道试，就要开80箍银吼，2/3诶即个价钱吼。咱若讲算讲即马聘金吼，咱算100，算100万可能较侪吼，算20万就好啦，算20万啦，应该算足少诶吼，算20万2/3啦吼，差不多14-15万安尼啦吼。你要即搭你要去考一个秀才，开14-15万吼。就是大概我了解，因为我毋知影迄当阵即个聘金到底即个行情是安怎算吼。咱来查一下聘金吼，是写做聘金 ，PHENG 聘金 KIN。好，聘金。大理大书店。我查一下大理大书店有啥物互音插无？我直接用汉语来查。无呢，就是叫做聘金吼。安尼我所理解是阮较早读早音去吼。聘金。聘金，
无别的音啊吼，偏金。我用汉语来查看卖。偏金。片金第一做120块银吼，就计装真侪离缘的事是真少。若生查某囝，人较毋爱，有人拍死。迄当阵即个台湾人有即个杀查某婴仔即种风俗吼。这是我第二遍看到文献顶头讲吼。第一遍我是伫个甘伟林牧师的文字内底看到讲，迄当阵台湾汉人吼会杀查某囡仔吼，查某婴仔吼出世了会甲杀死。伊有特别讲这毋是吼，讲厝内善用则安尼吼，是，就算厝内佫会伫个人有诶嘛是会甲迄个查某婴仔甲杀死吼，因为认为讲生查某囡仔算了就对啦。即种风俗吼，即种想法其实一直到即嘛，我感觉伫台湾佫足严重吼，就是对查某人、查某囡仔、查某婴仔吼，迄个观念认为是了吼，生查某婴仔是假了钱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吼。迄时产业买卖钱银少用，毋免经过官府。再读一遍吼。迄时产业买卖钱银少用，毋免经过官府，简单双边砖头仔拄好，甲一个支箭就稳当。即段我甲读一遍。迄时产业买卖钱银少用，毋免经过官府，简单双边砖头仔拄好，甲一个支箭就稳当。后壁即个简单双边砖头仔拄好吼，应该是讲这买卖或者是借钱吼，会双边吼，只要家己用砖头仔砖头转印仔就好啊吼，转砖头印仔就会使。啊，后壁佫甲一个支箭，就是这支箭应该是见证人吼，咱来看吼，砖头仔拄好，咱先来看拄好，拄好是啥物意思？拄好，第七声。我当拍毋着。拄第三声，好第七声嘛。结果无即个词哦，无拄好即个词，无想拄好。查看Wildcard 查看有。无吼，无拄好。甲一个支箭就稳当，支箭吼，支箭，支箭，第三声，哦，支箭，入会见证人叫做支箭吼，所以支箭就是做证的啦吼，证人啦。
这是大理大书店吼。原文，咱来找一下底记吼，底记吼，解说就是安尼，你配音就是见证人啦吼。好，咱继续读。甲一个知见就稳当吼。迄时无邮便局，官府有设找文书，骹白含蓝，找文书。官府设找文书吼，伊当初无邮局吼，你若要寄物件，要寄批啥是无邮局。官府家己要送公文是有一个叫找文书。找哦，找文书应该是对的，写找。找文书吼，大理大书店有写找文书、找送文书啦吼。所以官府有设找文书，官府设找文书，骹白含蓝，名叫千里马，骹白含蓝，含蓝应该就是一种凉凉啊吼，含蓝，含第五声蓝，第五声。好，大理大书店先含蓝吼，就是一种发出铃声吼，一种凉凉啊。骹白含蓝，名叫千里马，简单摕官衙的文书吼，是敢若送官衙文书尔吼，一般面价是袂帮你送吼。百姓拢无寄批的所在，也无电报，吼，无电话，即个应该是减音一个学的音吼，无电话，无电火，草油也少，歹势咧，毋是草油，草油也少吼，无用迄当阵草油用了少吼，主要是啥？是点火油吼。草油、火油，咱来熟悉一下草油。草油第五声，草第三声，油第五声。草油吼，就是石油、煤油吼，所以就是讲叫做石油、煤油，叫做草油。草油少，大概是点啥？较侪呢？点火油吼，火油、火油吼，使。哦，就是火油，就是土豆油吼，叫做火油。歹势吼，草油也少吼，是点火油。火漆也少少，是用火石吼，蛇草较侪。草油也少，是点火油。火漆也少少，是用火石蛇草较侪吼，用火石蛇草。OK， 火漆是啥物？火漆就番仔火嘛，番仔火。火漆，我咱来查一下火漆吼，火漆。我有读毋对去无？
或者我谈着虾菜，着虾菜吼，虾菜。OK， 虾菜。点虾油、虾菜也少少是用虾椒、蛇草较侪。蛇草。纸 CHO 第二声，草 CHO 第三声。无这个词。CHOA 第二声 CHO 第二声。CHO 第二声 CHO 第三声。第二声。蛇草。开始我音调唔对。蛇草蛇草。草纸卷起来用好用的叫做蛇草。所以用虾油点虾油把虾菜少少是用虾椒蛇草较侪。虽然有涂炭，人毋敢煮饭讲涂炭煮饭食较冷。这意思讲用涂炭煮饭食较冷。好，歹势今仔日先读到遮，以后有机会再搁继续来读。